英雄应该是啥款？可能大家心中拢有无共款的想象。台湾艺术节2023年的主题是英雄超时空，有邀请10个团队对4月7日开始小连续伫台湾戏剧中心来演出，有结合传统戏剧，也有社会史、当代议题，招观众做伙来讨论英雄的模样。一个是缘投的少年子啊，一个是美丽的少年兄。由歌戏甲现代戏结合身边的好合梦，这是明日好合制作所将要推出的戏剧。导演团队透过风气争议角色，讨论社会安怎看待男女之间的性别认同。因表示用传统戏剧讲同志的概念，上困难的就是演员的声情甲台词，爱符合现代人的角度。拉到了现在当代的一个情境里面，它融合进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概念之后，它要怎么样子被调整，让那个概念可以被传统戏曲的观众接受到，也可以被现代戏剧的观众接收到，这个是蛮挑战的地方。2023年台湾戏剧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英雄超时空，邀请12个戏剧团队小连续演出有关现代史事的戏剧。7点人张启峰讲，古早的英雄拢是忠孝节义，不过今麦社会对英雄的看法已经改变，希望结合新架构，让观众看到无同款的传统戏剧。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策展理念或者策展主题，就是希望让传统戏曲里面的各路英雄能够呼吸到台湾的当代空气。在当代以人为主的一个信念之下，他还可能是英雄吗？你的大我跟小我，你的家庭跟国家如何来面对12个剧团12出戏，对4月7日一直到5月28，在台湾戏剧中心演出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